啦啦啦啦啦，哈哈哈。这样黑了今天。我个料哎，Hello，很黑是吧？会黑吗？覺得到無啲嘢，要照個樣嚟樣啊！啊，胖啊！嗨，hello，胖啊，Ken，安尼都不要照。Ellen Wong，冇地方驗照啊！我一個慘啊！我啲照攰啊！哎呀，阿貪來啦！敵我笑，大家好，哎，大家好，Sam 聰，Hello，哎呀，4萬大軍啊，8萬大軍啊，下9號要找你 ，OK 啊，聰，Sandy，每一隻好多係 Sandy 啊，Lily 啊 ，Rain，yeah，前排好哇，Cindy。今天講啦，阿胖，阿文，多謝你俾阿照啊，咩今天冇照應嘢啊？阿發要買上來啫嘛？哎呀，上Debbie，今年 Debbie 係買嘢啊，介紹咋陳小鳳，阿亮和平亮，小琪哇，來唔切啊 ，Amy 倉，Jimmy 倉。用字幕嚟，泰森買泰森，四位千，誒，呢禮拜啊，後日之內啊，有局冇局，全憑禮拜六。OK 啊 ，thank you。星期六 ，Ben 阿 Ken，Kimi Lee 阿 Yong。Yvonne 靠，黃志剛又來了 ，Mickey Cool， 看他名叫咩？看他 N 胖 check， 南里 David， 看買什麼？提到他的是你的粉絲，係啦，我眼耳朋友叫班耳朋友，講下笑啫。係呀 ，OK， 吳偉祥阿總 ，TK 李開發，哎呀，發沖涼啊發。你嗰箱咧未飲住，飲我契爺嗰箱先，哈哈，哇，威風英，哇，廖潤強，阿 YB， 係咩哦？顏變咩啊？黃傑面，馮志強，記得看到乜咪看，邵基溜。少傑，一名都同係差唔多啊！少年壯，少傑了好講係煮農業水啊，咁到誒！榮少，哎呀，傷風啊，今晚夜，今晚落大水，哇！真係好高興睇到你哋。劉徹 Oscar， 哇 Oscar 你的名啊，我很崇拜一個叫 Oscar 的，以前在立豐，在香港的這個音樂總監 Oscar Young， 他編曲啊，每一首編到沒有人跟得到的。我跟你講，就以一首李毅那首3年。本地人哪裡編到這樣東西？噠噠噠噠，哎，沒，哎，噠噠噠噠噠噠，噠噠噠噠噠噠噠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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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噠，噔噔噔噔噔，噠噠噠噠噠，滴噠噠噠噠噠，滴哩哩哩噠噠。我想到這首歌，想到李毅，我錄的時候。哎，時光過得很快，40多年了，李毅。講李毅心酸，想得我唱個春段，忘得我眼兒一雙，
好容易望到你进来，不到半小时就出去。哎，前面好多前面好多人入來，我太丟了。哎呀，左3年，右3年，這一次見面有幾天？哎，前面冇做啫嘛，前面唔敢做，都係太多啲紅歌線，靚仔紅牌，係啊，請用咯，一多 fans， 魏漢文抖音歌王，請用100萬唱將，全部人都來呢位咯，啊，還有王曉峰的黨員李碧珍啊，還有張水龍啊，還有好多啦，溫偉偉全部靚模嚟，貴坤捱咩？其實唔衰啱冇，唉冇變啊，哦。不過呢，在剛剛電視上呢，我 David 看下，稍個看下，盲衝的殺傷哦，每晚吃那個炸的東西，昨晚是炸很多人嘛，炸公交、炸油炸龜、炸紅煎餅，還有煎條三文魚。三文魚就夾話沙比魚講你開冇？今朝時要食叉粿條、檳榔叉粿條，哎，沙生冇問題啦，都咩演唱會啱冇？都冇小錢呢，因為我小錢都對唔出人哋啦 ，OK？ 笑來 and 來，一腳按摩，謝可文又來啦，有，可能叫800幾張嘢 ，COVID-19 幾幾多冇注意到，3幾係嘛，3幾啊，個秦強啊，哇 ，Billy Will、陳紅梅、蕭啟昂、Amy Go、郭孫、Penny、Joseph 啊，你講個 Joseph 覺得好笑。要 fancy， 你沒有看到我名字咩？英文名來的 Josephine， 貴啲 Josephine 咧買完咩？你寫左小芬嘅，你知道嗎？優秀妙芬左小芬啊，還有這個孫兒 Stephanie， 我哋唔知嘅英文名叫 Stephanie。英文名改到眼鬼長嘅嘛，你咩改下 Lily 啊、Sandy 啊、Candy 啊、Mimi 啊，你容易記啊嘛，啊，但係要太多個用哦 ，Stephanie， 啊個相，啊個把相打去鬼啊忘記嘅，阿興相唔係啊，阿興相唔係啊，相真係唔記得忘記了喲，好啦。來差不多了。其實我講華語啊，其實我做這直播呢，目的是增加我的時間呢，直播的時間。我做2場直播才15%，他要100%，這時間呢，我就可以收費可以拿星星，那時候星星知我心，1粒星星1分美金，1萬粒哇，1萬粒100塊，100塊算起來美金400塊，每晚上400塊，400塊10天4100，哎對嗎？10天100沒有是1000，哎400對呀，10天4000，哇，2000一個月。你做給我看到你做啊，我又是做了挑卡，哈哈，是人多人少我無所謂的，最多是1000多人進來好了，不要太多了，太多我照顧不到你看下，王建全進來了，EK 創，哇，哦還是那幾個好彩，Automatic
的啊，佢哇花木蘭木蘭花木花蘭，係看下好多妹仔咯，記唔記得 ？Chris、燕福、阿峰、李星、Jack 抽得啦，Jack 抽 ，Eddie 莊係Eddie 莊，看到叫咩？什麼國家棟梁的嘛？叫多幾個進來，阿亮啊嘛，亮對吧？阿爽，要不然你爽啊，阿爽，你搬去太平啊，你看下，你講吉隆坡一棟也 fans 搬去太平，太平也好誒，太平好安全誒，冇打劫，冇強姦，冇搶銀行，好太平誒啊！但係COVID-19已經有啦，誒，你班要唱條歌 ，OK， 嚟啊，看 ，John Lee、Milly Wong、劉秋偉，誒，好似咩劉秋怡啊，劉秋偉啊，劉秋怡都離開我哋學校啦，誒，講到朋友，千里黃河壯。啱朋友啦，啊！行去踩咗我前里黃河莊，前呢要乜嘢呢？前期啊，89灣嗰啲，Sally莊 ，Hello，Sally，要包括係看到佢風言門名，好多 Sally 嘛，係嘛 ？Henry、Peter， 好多 Peter 超、Peter 林、Peter 莊。Alex Chong、Vivian Key，OK， 而家現在講啦，姓陳啦，陳李王嗰種姓陳嘅，行咗車嘅，我老友陳琪，第二陳錦棠，兩個做鞋期嘅，陳錦棠行咗車，跟住係陳琪 ，OK， 仲有一個以前嚟封我嘅好朋友，又係我幫你寫劇本啊！長亨嘅寫劇本嗰個主編陳飄逸，跟住最後生嘅咧，10幾年前陳良全，全部姓陳嘅我好朋友，嗰啲好嘅咧就行咗車，嗰啲唔好啲陳鳩晒嗰啲咧就生勾勾喺呢度。曾經爭我錢嗰啲，又係陳都死唔去OK， 講我姓李啊，姓李嘅，姓李的，我最喜歡一個好朋友，一代巨星李毅，想當年最後嗰2張唱片，係我製作啊，2個人着一條褲，錄咗音咧，錄音散場咧，就走去白天鵝啊東方夜總會去飲酒溝女，諗到嗰陣時啊，幾舒服啫！如果時光倒流啊，哇，不得了啊！哇，張少林你一個人很好啊，好啊，好到一條底褲啊，2個人都沒有穿底褲那時候，裝。偉健你好，偉健，我現在講故事啊，沒有聲音。OK， 陳雷，李毅，下來姓李的還有李毅，還有李的準備李老母、李老豆，我記得還有姓李的，李少平。70年代做司儀一流的 Elisa OK，Man，I mean， 知唔知啊？李少平姓李嘅叫邊個？在大歌廳跟我很好唱歌，李菁，男子漢，他真是我們歌壇的男子漢，只有一個罷了，李菁。為什麼他叫男子漢呢？他第一個唱歌可以脫衣服了，第二個是我。唱，有人叫你呂月亮的江梅的喂，
李菁。在70年代、80年的时候啊，他在 Merdeka Stadium 唱歌，那时候伴奏不是我，另外一班乐队叫铃声乐队 ，OK。他还音乐一响的时候，他脱完衣服了，他 Merdeka 只打个圈的，他走了3个圈才上去唱歌。男子汉，男子汉，哇！我实在佩服他，李菁，武寿仔啊，留点胡子的，大家都不知道谁是李菁啦，很少人也知道李少平啦、李毅当然了，李小龙，谁不是李小龙？我爸爸的偶像嘛，李小龙一走没有几个月，我爸爸下去练3节棍了，跟你讲。3节棍都冇练到拎棍一条，讲到这，茱莉，你茱莉哪个茱莉的？很多朋友茱莉的哦。OK， 陈李的，姓黄的，70年代王沙野风，我们认识很好，王沙姓黄，大连的一个王威祥。要講他啦，王威祥講到眼喺度，講到落嘔泡啫，係冇講佢啦。姓黃嘅時候，黃 ，OK， 王琴還在，王琴大我2年，王沙是啊，對啊，王沙，王威祥，還有哎呀，欠我的王八蛋啊，都死掉了啦 ，OK。陈李黄何 ，OK， 讲到何，好朋友，很会演戏剧的和珅，何云亮还在，阿亮啊，姓何的，还有姓何的谁？荷兰干，我不是叫荷兰干荷兰根，黄金又还在，全部在还不在 ？OK， 姓黄的比较少，黄沙、王威祥。我一个徒弟，以前我在立峰写那个人在國人國藝啊，來嘅王偉會招那位啊，因為師傅都唔可以聯絡下，10年前呢。潛到車呢，靜雞雞，好了，陳李王和張，姓張的啊，姓張的，全部我的歌坛好朋友，張寶，楊梅張寶，也是腰子病走了，他臨走那1個禮拜，他抓住我的手，少哥，我會走嗎？你不会走的，你躺在床上怎么走？你不可以走的现在我也是不能走。如果张宝没有死我不能走啊。MCO 嘛，走去哪里？卖拍照。David 啊，进来了 ，David OK。姓张，还有一个我的前辈张飘平，跟陈琦做谐剧，一个叫陈琦，一个叫张怪，就张飘平。下来，陈飘逸的老婆张美云，我的竹篮妹。你看我身边全部都大部分的立峰的人，姓张张少林，张少林百毒不侵，还可以顶1-2年的。如果中 COVID-19 我不敢讲了，像这种75岁中了 COVID-19 医好都没有用的。老人痴呆症了，对吧？好了，唱，有才华 ，OK， 来，陈李王和张 ，OK， 还有姓高的，高红，我的 partner， 我做谐剧啊，也教他咯，我时常唱歌，企业歌台啊，叫他做司仪，高红，下来，我写过客家歌给他的，王迷调歌王，
高山。古建龙啊，喂，古龙的剑，你给嘛出现啊？我们沙拉瓦，你出来喂 ，KK， 出来喂，你看高山、高红，还有高乜嘅？高枕咩？高冷棍，高乜嘅冷棍？OK， 算啦，姓罗的 ，OK， 罗宾，又行长，还有像罗嘛啊，要就好好嘅，叫白出芙蓉算命罗特别要照嘅 ，OK， 像叶的啊，先讲姓叶的，像叶的有谁啊？姓叶，铃声乐队，以前我做红星还铃声，在大歌厅我觉得很好，叶子浪，阿虫阿哥，叶子浪，像叶的，其实香味还有好多啊，还忘记啊。叶门啊，叶门，我叶门。好了，下来姓什么呢？主要就很多了，全部揪晒哦。哎，乜講啲朋友啫，太多了。講起來啊，所以要珍惜。姓葉的葉家生，白天鵝，Jimmy 哥哥，Jimmy 哥哥。我講個古仔俾你聽，古仔嗰啲好人要出征。從前有個鬥技仔，年紀計落就唔係細噃，向山巴啱出嚟，唔知社會啲壞人多詭計。唉。白天鵝 ，OK 啦，來，偉倫，處理語文節，來，唱歌 ，OK， 歌我已經唱了，唱歌唱墾丁海人，明知道墾丁海人了，你還叫我唱，還要唱葉子楣大包，人喎。其實說了唔講係國事啊，人喎。不用怕，我下來一直做直播了，我要谷到他180%，100個小時，那是我的發達了。我不會忘記你們的 ，Peter Song，今晚上 OK 啊 ，All right，Simon，OK， 我找首歌。哎，剛才唱什麼歌都忘記了，哦。美麗可口的特定票房，騰，美麗星期天，我第一個聽的林振，哇！我聽到這首歌，這個家伙不紅的濟南了，歌聲這好，人又高大威猛，英俊，會是。結果我在大歌廳認識他的時候，哦，原來林振比我矮7寸呢。所以相片不可以看的，尤其是现在啊，你看那个女孩子很美，哇，全部美图了，假的。OK， 别的装，你得空啊，你今天 ，always 要了，所以要小心。女孩子啊，最好你的女朋友带她去游泳啊，她一下水一上来的时候，什么妆都掉了啊，你就看得出。你就看得出他的真面目了，对不对？小人操，哥哥林，来找歌唱一下。我没有什么歌唱，全部中版权了。Jason、Patrick、Jimmy， 你看中你几好叫，有些名字很难叫了。什么 Stephanie 啊 ，Josephine， 这那个名字比较难叫啊，是吧？啊，这种很容易叫的，那 Jenny Lee、Lee Jones 啊，Ken，OK， 找首歌啊。
玫瑰开放，白云飘荡。OK， 我一讲请你们吃，忘不了了。今天晚上我除了吃喝酒，今天忘不了。来了，这属于版权的，唱了呢就把它删掉。如果你们要看重播，去 YouTube 那边啊 ，YouTube 呢没有这样严。1月1号这个 Facebook 啊，严到啊，像阎罗王这样严啊！一有什么事情叫牛頭馬面拉你上嚟了，斬，封咗屋企啊，很慘啊！我幾辛苦在 Facebook 找到3萬多個人，才開到個直播。現在他要求我有10多個小時，我拼了老命，客家叫王4秒我都4天嘅我講，關嘴，這個版權應該是凌晨啊，或者是南方，或者給人家偷偷拿去。現在寫歌你不注冊啊，其他公司拿來注冊就是他的了。跟你講，所以娶老婆也要趕快去注冊，不然的話你沒有注冊啊，朋友妻啊、經管妻，別人就拿去了，就變成老婆了。我沒有騙你的，阿亮講對嗎？阿亮講對就對 ，OK， 趕快出來。30年了，哎 ，OK， 这音乐是杜晓峰送给我的。哎，会跑，哎，有問題啊，有問題啊喂，你有肉喂 ，Hello， 唱不到。啊，哦，他慢慢游过来，没有人听过这首歌。过时间呢，1700多，没有COVID-19这样多。做直播的好处，可以多一点 follower。多点转动的脑袋，啊，增加多点时间，啊，阿亮，我知道你一直进来，怎么你打字这样快了？有几个电话是吗？一直放啊，装秘密，你看人家久久的出一次罢了 ，Irene、Edison， 哈哈，哇，今天好夾行到阿鐘，文傑中Simon。飛啊，金波玲啊，孟吉莊啊，孟吉啲莊金，Steven 金咧拉入來啊，上下就 OK。好啦，講下故仔啊。我今天看到一個報紙，尋日有個馬拉婆，馬拉婆咧，因為佢仔病啊，佢病係冇錢買藥，又肚餓，又冇食物。就走去7-11唔知係99或者 KK Mark 嗰度啦，去偷嗰啲 hot dog， 同埋嗰啲退燒藥，因為個仔發燒啦嘛，結果捉到報馬達，出乎意料個馬達唔捉佢喎，仲好同情佢，跟住咧仲買啲糧食啊、餅乾啊、米啊俾佢送俾佢，你話咧？你話馬達唔好？馬達好，但係你要諗喎，呢個馬達係馬來人，嗰個係馬拉婆，香港以客家婆有蘇面而貿易講，好難講啦，啱冇？所以馬達一就八達年嘅駐nghiêm來，警察駐nghiêm，唔知咪3化係2粒化啦，係嘛？而同我哋講，有啲矛東西矛去跳，來個馬達嚟同佢講。係啲綁嘢，係睇落幾心，哇！係咯，我都窮途末路啦，嚇！我想揾佢咧，但係 MCO 喺八達呢，我點揾佢？如果佢照拉嘅仆街啊，幾多仆街人嚟揾佢啊？你話？Frankie 姐啱嘛？喺講熱推喺照拉一建築係咁講啊，我射了啦，排隊啊！係喺講戰咧。唔係講笑啊！呢個係真正嘅新聞嚟嘅。唔講有啲唔地道，
再唱首歌 ，OK， 唱条搞笑的歌啊，搞下笑的，买歌搞笑，好贵買歌嚟啊！就那一位好一個歌，心上人，冇嘅啊！大的哦，生都冇錯，生都冇錯啊，生都冇錯。等我睇下先。你以為咁容易做直播？你以為報告新聞啊？假漏啊！包括新聞啊，全部要睇電視機看的啊，全部下出來位啦。捱咧看咩？捱忘記歌詞，唔該你擦捱啦。自己寫嘅歌，自己都忘記歌詞。sorry 啦，古建龍，古龍的劍，古建龍好冇？錢包識冇？有 MCO 冇？沙拉哇咩？而家出來位 KK 冇 ？OK， 來了，唱這首歌也是有版權，不要緊。我自己彈一點音樂。那如果你拿 original 的音樂呢，肯定死定了。辛曉琪哦，辛曉琪的歌，大公司，它原名叫《味道》，我把它的味道改了7、8樣了。我的味道比它更厲害，沒有出過唱片的。希望你們有耳福了啦，哈。Irene， 小聽你的歌。哦，從小力聽到現在很大力了，34D 罩杯，哎，開玩笑啦 ，OK， 講啲笑業來，唔講啲笑嘅貓業來 ，OK， 來，奇怪，怎麼打杯？咩，聽錯啊！榴蓮的味道實在太好，沙龍都當掉來吃個飽。但外國的鬼佬嗅到他就暈倒，臭豆的味道吃來很好。小便是臭的呀不得了，如果你要接吻，要用多點牙膏。你要知道，你雖然有洗澡，卻沒有用肥皂，匆忙換了件底褲，卻沒時間換奶罩。你外表穿得好，身上卻發出汗臭，味道好，每個人一聞到就想跑。臭豆腐臭得呀不得了，卻有人嗜好。一天不吃到它，就一夜睡不着。臭狐的人自己不知道，身邊的人可就受不了。女人若有臭狐，張少林也擁抱。你要知道，你3天不洗澡，又沒有用肥皂，匆忙換了件底褲，卻沒時間換奶罩。你外表穿得好，身上卻發出汗臭，味道好，每個人一聞到，癢掉就想跑。哎，你們不要跑啊！
所以选歌要选的，哎呀，其他人那里会唱，我是搞笑鬼马了，对不对 ？Tommy， 你笑到肚子痛啊！送我玫瑰蜜吻啊 ，Kelly Chin，Hello， 王文亮来这来啊，安叔啊，小峰 ，OK， 大马佬，张咪咪，江強，即看下要買現業來啦，啊 ，David Lee， 陳美蓮啊，哇！陳美蓮，哇！陳美蓮咪及喺周潤發，而家嘅老婆叫陳美蓮，係，冇錯 ，OK， 好啦，哎呀，上多一次嘅咪啊，驗照得啊，哇，今日2000幾喎，嘅咪最少禮拜啊。葉偉倫最少飆到3000，拍埋 COVID-19， 啊！講到 COVID-19， 有人講啊，有人講咧，中萬字好難，好艱難，不論你求神、拜神、上堂、求簽，都係冇得拉更啦，輸到仆街。但係如果你送 COVID-19 咧，鬼都冇咁容易，只要你唔戴口罩、唔洗手，成日出去躝街咁樣，包你又發燒又咳嗽，你話啱冇？時勢唔同啊，真係啊！我去買菜都唔敢早去買啊，北塞啊，等到差唔多佢11點就唔准入啊，我10點9就入去，冇咩人啊，哎呀，入邊得30-50個人，買咗快啲走啊！而家風頭火勢，幫你講啦，因為我哋華人少唔同嘛，其他人多嘛，係咪？多梗係減少啲噶啦，實講話都好小心啲嘛，政府錄住我嘅嘢而家，唔係講假嘅，係啦，跟住咧，今朝睇到有好慘嘅新聞，有條友中咗 COVID-19， 好痛苦啊！中咗病真係好痛苦啊！你哋唔知道，你問阿發啦，成日喺醫院嗰度收屍嗰啲啊，順便睇隔離嗰啲啊，咿哇鬼叫啊，真係痛到佢啊，佢頂心頂肺，所以有啲頂唔順。唔係喎，冇床位喺屋企喎，喺屋企喎，捱咗幾日，睇唔開咯，嘣！跳樓，你話死冇跳樓，11樓跳落嚟唔死，哎呀！鬼佬又唔會死啦，鬼佬18樓碌落嚟啦都唔死啊！我哋講啊，鬼佬，嗰條友11樓跳落就死啦，但係鬼佬碌落嚟就唔死喎，點解？點解佢唔死？因為鬼佬睇落嚟咪碌，佢碌啊！睇嗰條友死唔死？11樓跳落嚟，18樓睇係碌啊！講下嘢，講下笑，講下客家話係嘛？好啦，要求假貨咧要電信啊，一下嗌殺啊！幾角錢買嘅豆仔，割頸你俾割脈啫，割頸啫嘛，割脈都還夾線啫。佢割頸啊，打到咪啊，最後邊一割女啊，好夾添啊，好夾葉跟任流王，乜舊豆仔嘅，所以睇下嗰啲燒傷，毛油點，毛咗點點，嘟嚕嚕嘛點點，嘟嚕嚕嘛點點，check，要一照㗎啦 ，OK， 你冇倉過等照啊嘛，啱冇？還要15分鐘，難怪啦，我攤喺度45分鐘，倉麥嘅個啊，前乜看？
印度歌有版權冇嘅，應該冇啦。印度姑娘，OK， 而家點啊？當家阿里啊，冇有啊？係真係冇有啊！真係，咩講笑嘅？來，放音樂。先送華語歌呀，人都忘記了。印度姑娘，印度姑娘，看你羊群在草原上，草原上的花草美不過你，印度姑娘，印度。又咪試過咯，又咪試過，索來又過。索來再嚟講，再嚟講 ，OK。哦，呢係站檔去청사사當吉阿里，當吉阿里，佢好得出名，好神奇。車家都曾見講來買話説來佢，聖誕夜唔當佢。鬼佬都相信佢，車家都相信佢，老婆佢很想殺到家裏，兩邊來私本佢，唔狂而拆開我當家阿里，老夫嘛都捨添佢，夫妻雙雙歡喜。恩愛的永遠不分離，愛3次45時空，每日 happy， 張少林沒問題，我老太也沒問題，慢慢都愛用佢，車家相信佢，連鬼佬都相信當家阿里。忙個拍撞要咪啊？喂，拍一撞啊 ！OK， All right。哎，唱歌真的好痛苦哎。不過我又看到人家的背景很美的哦，哇，這琴友啊，哇 ，night club 有嗎？哇，那個鐳射燈閃來閃去，又2、3個兒子做助手搬東西拿酒，我都沒有啊！哎，自念經啊！哎，海壇啊喂！哎 ，OK， 講海壇，好啦，講到乜嘅咧？講到我啲唐人，今年冇得過年嘅嘛？唔係冇得過年，喺某啲做呢啲唐人翻啫，啱冇 ？OK， 嗱，我啲唐人咧，節咧好中意女啊，中意錢，發錢寒，日日都想錢，錢生錢，兩邊錢錢，兩邊都賺錢，講嘢發財，天天都想發財。而家我竟然講人啊，都講Happy New Year, Happy New Year, Congratulations, Happy New Year。印度人都講 Deepavali Sarma， 我小氣，閪家發財，冚唪唥都係發財，係啊。田茂講新年快樂喎，而進喺個新年快樂，而進都講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，大家發財，係咩？所以講呢個講嘢咧，進都冇相干。唉，嗱，一個講富人而講，喂，新年快樂。佢柒而有財，快啲講過啦！新年快喜，新年快喜，係冇？唐人咧笨凳咗人用嘅，因為邊卡了，好啦 ，OK， 講到唱歌係兩條歌唱啊，出外溝朋友。家叫王尋咩倉係咩？倉係啊 ，all right，
1000萬嚟創開咯，既然也要求，再創一擺啊！再創一擺啊！唔會，前上班就係創一笑，揸車唔好驗手照，公園歌。公園歌 ，OK， 公園歌啊，唱嘅20年嘅首歌，滾瓜爛熟啊！Happy New Year， 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！無事來恭賀，生吹幫熱破，紅包葉兒包幾多，打起鑼鼓唔怕背後拖，見大樂。到處無事實在多，人到急事來恭賀，10條愛曉做，這個合作愛練習多，唔怕上7流，愛怕對門阿六婆，愛妹夜場花樣實在多，吹槍麥雞都咁做。隔山吹槍的看得多，母子是咁做，為打官僚，吹鐵槍，到處街坊親讚多多，掠過黃飛鳳愛感謝送百阿哥，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，紅包拿來，哈！無事來恭賀，生吹幫熱破，紅包葉兒包幾多，打起鑼鼓唔怕激後陀，見大樂。到處無事實在多，人到急事來恭賀，10條愛好做，這個合作愛練習多，唔怕他上7流，害怕對門阿六婆啦，愛去夜場花樣實在多，吹槍麥雞都咁做。隔山吹槍看得多，無罪是咁做，打官僚，吹鐵槍，金山多多的那個，就黑個黃飛鴻愛感謝送百阿哥，吹槍風一朵，亂唱歌。我越來越看唔到啊，唔係好遠啊，眼鏡要毛髮，望結方眼藥水，擺有一個笑，萬年青之水，哎呀，跌到2跌啦，唔數錢咧，推人啊嘛。哇！冇提速冇，你看冇錯少冇提速，用3嚟抹咯，亦嘅3，我20年冇做過啊，3日來寫啊，哇！馬上看到了，周麗，青耀，張晨輝。OK， 阿喵，在那个在哪里？是很远那个阿喵，我是干嘛？阿喵，哎呀，这个万年青之水是很好用的，马上亮晶晶，一閃一閃亮晶晶，看到隻入要入來啦，1000萬，眼中1000萬。博女寒咩？博錢寒咩？啊！啊！哎呀，我唱嘅音照，嚟，OK，而家喺講乜嘅人？我喺講係後禪有後報嘅東西，朋友，輕易講咗後禪啊，一定要後報，啱嘛？但係佢講。但係 Q 人係省熱咧，如果係朋友包500 Q 紅包俾佢，500 Q 啊，開玩笑，一陣而來啫
500Q 或者翡翠做生意嘛，80回嘛，唔到一個禮拜咧，佢咁中關事啊，200幾千，你看下子，即後先忙啲，佢環境唔好啊，呢時佢保500Q啊，哇打跳面，超過下次做生意保5000呢，你保5000咪中2000幾萬咯，係冇？點啊，再點就有啦，明年7572開咗啊，我哋冇賣，我要買用，好啦，讓我隻朋友咧，佢就保1000Q，哇，睇佢隻股票啊，砰砰聲起啊，牛市啊，賺咗差唔多賺咗幾十萬，嚇！嗱，其他嗰啲咧就包100-200嗰啲咧，哎呀，都平平安安，冇一個中 COVID-19都好嘅，有包紅包俾我，都平安啦！我哋講，我身邊嘅朋友全部平安，好似入到嚟嘅合家平安，啊！多謝你哋，多謝，啊！我阿 Sam 千今日冇嚟，好啦，嗱，我講好多朋友都幫我，但係咧，以前咧好多單司呢咧，我幫過佢，有乜走講走話啦，我講啦，有個單司呢喺左開走廊，我幫過佢嘅，佢打理走廊，另外一個單司呢咧喺吉隆坡開酒吧歌廳，我幫佢做司儀，我幫佢咧，即係幫佢做工啦，都係幫啊，啱冇？真係講起嚟好多單司呢我幫過啊，達多司呢唔使講，一個達多司呢啊，呢個達多司呢幫我好啊，好到真係，其實童子軍嘅頭嚟啊，達多司呢裝，每一擺咧，佢飲酒飲唔晒咧，就叫我幫佢飲噶啦，擺都係咁嘅，嚇！你睇我幫到佢幾犀利，佢飲唔晒我幫佢飲酒喎，但係最近 MCO 唔出得去啦，大家都冇得飲。哎呀，講起嚟好多歌星，朋友我都幫過嘅，真係值得幫就幫啦，唔值得幫我都幫，我都唔知值唔值得幫。就好似黃高進講，你幫個乞衣，你唔好理佢攞去賭，攞去食嘢，係咪？你幫佢嘛，佢乞衣嘛，所以事情係咁講啦。但係真係有一半朋友，我幫佢唔少錢嘅，嗰陣時我多少身家啦啊！有啲咧就唔還，有啲咧走佬，有啲唔加呢個行海車，最弊嗰啲行海車嗰啲啊，死無對證嘅啊，留翻一沓支票咁嘛，90幾千啊，嘛一把火燒咗佢，一燒啦就中二標啊，又還翻多少俾我？唉，真係得，仲有留翻少少安慰獎都好。唉，算啦，有啲就還一半，有啲就10幾年就慢慢還，講到一鑊泡啊！唉，而家點咧？我咁慘，有人幫我冇？坐食山崩，慘啊！慘！可能而家切播後就要累餐啦喎，可能而家送星星啊，哎呀，係想到嘅辦法，見得啦，快而準，入錢咧嗱，如果大家同情我啊，又好聽啊，你唔使買飛嘛，50蚊都唔使買飛，慳翻50蚊。我有電子錢包 e-wallet， Touch 'n Go e-wallet， 我電話係0193387076，好心又好報，因為入啲錢落去咯，我知道嘅，邊個入錢我知道嘅，3-5扣好心啦，福心啦，可憐我呢個仆街嘅張少林啦，你要見到就試下看電子錢包1-5扣就看啦，佢有歌數啊。338，冷叫3387276，大家聽到咪照辦煮碗噶啦，
咁啊入啲錢嚟咧，好心有好報，嚟行動不如行動。嗱，冇等到我2個月之後就係有星星，有星星又點？啱啱你又揀呢粒星，挑嗰粒星，又挑嗰粒星，挑那星，挑幾星，好難嘅，因為我唔係女仔，女仔邊度有星？孟加啲星係有。OK 啦，夠鐘收工。有唔有觀眾要求？又走翻2000幾個，哇流！係咪入e-wallet㗎，大佬？有幾個可以？我看認識的發進 e-wallet 發到仆街啦，仲慘過我。唔係喎，佢又開工今朝早喎，又有人死喎，又開工喎。喂，你的強力和平量有1毛，7塊。我要紅包給紅包，我哪裡拿到？你電子紅包我 testing 一下，發 testing e-wallet 啦，我有 e-wallet 嘅。電話號碼019-338-7076。OK， 但係平時唔好打電話嚟加州啊，我瞓到11點嘅啫。OK， 019，嗱要叫338-7076。後攝咗後包啊，入嚟啦，35條啦，冇問題嘅。司機這裡不急，飛山下有一山高誒。唱多少歌啊 ？OK 啦，前啲好羨慕㗎，做一條妹就坐7步啊，一條線飛到滿天都線。講下故仔啦，講南面嘅故仔，記得 MCO 啦。而家 MCO 全世界邊度最安全？你話咧？最安全？越南最安全，冇人死過嘅，真係點解冇人死啫？唔會傳染嘅喎。同埋嗰個朝鮮又係喎，但係朝鮮好難講啦。朝鮮一中到就槍斃㗎啦，話知你邊個啊？費事感染到啊！但係越南唔同喎。全世界死好多人喎，佢冇人死喎，係啊！阿文講係嘛，要坤包子嘛，真係好嘢，唔怪得啦，本地人咧 MCO 咧，個個偷去木瓜園揾越南妹啦，睇到報紙冇？所捉到嗰啲偷開鋪嗰啲都係越南妹，因為越南妹冇 COVID-19 嘛，叫話。有幾個咧雞蟲咧，就偷走去揾食啦，上高啊，好死唔死啊！雞冇食到咧，就中31000蚊，仲影埋相。如果我真係退出歌壇，哇！你上去揾越南妹喎，仲得掂嘅裝修收過去交界捉到哎呀，而家陀碎阿爸，陀碎上長老冷熱叫338-7076 e-wallet 啦，朋友 e-wallet Touch and Go 個 e-wallet 啦，我聽日睇到有冇多100幾蚊出嚟。Sam Wong OK 啊，超後 OK， 米來旺係咩哦 ？Alex 刷 OK， 哎呀，蕭清金老係嘛？啱嘛？點解想講？哎呀，志強，想小毛邊個志強？你行動嘛 ？Sky On 阿 Jack Lim， 哇，要見佢2000億。哎呀，唱歌點解多叫啲啦？雲條拉到有時間，全部都係班權嚟講啊，真係夠嚴添啊！哦，1000萬哦，哎呀，抽1000萬冇班權啊！哦 ，OK， 嚟。哇！得啦喂，有人入錢冇？有人入錢冇？
by full name 啊，莊秀蓮 CHONGSAULIN 莊秀蓮，行不改姓，錯不改名。如果愛要1000萬，貨色五十來行，搶蝕阿叔埋單的相説，2包嚟欠多盤。熱一山展開梅，爆黐個熱鬧飯。係佢賣嘢 OK 喎，幾正業類喎。Thank you，莊秀蓮啊，朋友上價錢啊，愛1萬，本意都50萬。生意要嘅啦，真係好人得閒。千萬家產的唔啲上用班，係學人抄學人，依我的依我的，羅啲而家麵包而家羅啲，如果愛要1000萬，貨色50來行，搶蝕阿叔埋單相識，2包嚟欠多盤。熱一山展開梅，爆黐個熱鬧飯，安樂過一生然後嘆。真係要眼業女啊，真係好笑啊！那朋友講價錢2愛1萬，本意都50萬。生意要嘅啦，真係好得閒。千萬家產啊，唔啲上用班，多謝你。哇，阿 Lam 10皮啊，10 Q 啊，哇，發達啦！哇，一隻10 Q， 10隻100 Q，100隻1000 Q， 發達啦！定啊，掂個6隻今晚夜，多謝，好心有好報啊！聽日講中萬字啦，唔係投標2標，唔係就3標，唔係就安慰啊入圍，梗有嘅。呢個禮拜唔中，下個禮拜一定中嘅 ，man， 喪到去笑啊！多謝啊，中歸案。朋友上價錢愛1萬，本意都50萬。誰拿了誰呀？我寄給你，再問幾度花花落實，再問幾度花花落實。熱流啊！錢少過冇錢。有錢怎麼樣？有錢就打麻將。錢，真係法律行啊，冇辦法啦。90年冇做工，啥都試啊，同你講啊。真係真係我啦，真啊。OK，不要拍照，有金獎金01933870076，紅燦。收檔，講到你咧少檔啦，冇辦法啦，少檔啦，咩執嘢 support 捱啊嘛，少字要長段嘛，兩正菜兩蔗菜，一年要 Q 哦，一年要 Q 就好啊，對不對？一年要 Q， 係啊。哇！一個爽，可能人哋要拍莊，要變類頂呢超拍假人，萬歲！Sam 燒，我哋個 Sam 千英業來啦，買個業來，順輝業50 Q 來啊！我了，神輝是啊，神輝賺大錢了！哎呀，誰不知道整個 Tracy，Tracy，張一平，沒有錢了啊！真的慘沒個好慘啦 ！Electra，不給了 ，N， 哇！阿 Ben 唔數業嚟，
張秀蓮進了啊，酸青，哇！我食一個多青嘢喎，啊點咧？最講嘅甜點練，啊點練，好啦，有啲唔敢寫東西，馬上講啦，講笑的啦，有咩講下笑教法，好多個唔識得語話咧，係唔該來啊，語話咧即係有啲政府咧。你開到account佢都俾你50條，即係50條。跌到要亂一毛要亂嘢，跌到咧，點解看哇多百幾條前面用語和啦，啊 very good 啊！所以講，Simon 阿 Min， 在家在家靠父母，在外靠朋友，啊。Like him 票，幾多類啊？20。好啦，衝頭歌，好啱啦。聽講喺同家做裝修，嚇，係啲注意嚟位了 ，steel work，好嚴啊字啊，睇咧係有線啊，咁講咧，你裝修後嘅咧，工人。都要10兩千，包唔包嘅？係包咗咩嘢嘅？而家而包係邊係10條，係變咗而最少double 20或者 triple， 啊，啱嘛 ？OK 啦，好啦，出外靠朋友，要辦錢就寫嘢啦。一少講係下邊，自家社會結果我徒弟話啲在。總結閃進要創，哇 ！TVB 創嘅嘛，同阿陳豪德合創，全世界都知道。出外靠朋友，鍾少年下詞，范俊福作曲，原唱小黑 Raju Kumaran， 幾人接播？小黑。感情未刷，一人一 Q， 我就叫咯。喂，前些來笑，佢正佬要益女嘛，舌用吐嬌，梁生都冇夠超，真啦，身邊多朋友阿 B， 真啦 ，OK 喎，錢多錢少諗雪花。事事那不計較，人快人好，大家都知道。喂客，太些老友啊，想猜想啊曉啊，親切講出愛去靠朋友啊，捱唔啊曉話出，捱唔啊曉話跳。捱起校老師要叫啊朋友，起土樓啊要啊相入相翹，親切講出愛起靠朋友，而愛綁笑，隨thân都要，全世界而開嗌都要朋友，志明爺嚟啊，志明，人要笑囂。冇意啦追叫林雪花，皮來笑黃美娟，大家做朋友。哇，楊古祥哦，新來啊！哇，很多人進錢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好人有好報哦，我開心啊，今晚睡不着了哦。Thank you support，Thank you。一人一撥什麼電話？3387076，感情不會刷，阿你記。一人一首歌，感情才會久。來聽，發 good， 前車來笑，是用啊杜叫，係好多朋友。我心的蛋，一罐的
人啊，这款的梦啊，为怎又伤甲阮这呢重？为你思恋啊，为你疼痛啊，你敢会分心放棍啊？一个人啊，愈想愈乱，愈想责任真了啊！为怎又心放心变人小人？阿发，孙太 ，thank you， 感谢你人，感谢福建人、客人、等人，一人一半，感情飞山，一人一丝久，感情才会久。老友啊，相约啊，相照，产生讲出爱，喜口朋友。爱唔啊晓出，爱唔啊晓跳，爱喜好老实，要叫那种啊休那，喜多老啊有那，相猜相啊休，产生讲出爱，喜口朋友，而爱放手，随通独有。爱用孝毛乱毛屁股毛叫阿林阿姨 Kevin 人有寿休啊单身乜嘢咧？实用啊杜叫，人生冇夠超，許多朋友，人生冇夠超，啊酷。迄真的多朋友，最死的死，一人一半。朋友，感情袂衰。有電話嚟添嘛？9016997550528，喂，9975508，定係得福建話啊？阿老妹欠咗阿發，然後聽見一拍壁也無下。開壇啊，開壇啊！要老實，現實唔差，演技強強的18萬出家。他啲鑼鼓嚟嗰時忘記佢啦，啊，佢口叫毛瘡噶啦，啊，小壇啊，阿彌陀佛，各位晚安。南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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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彌陀南無陀。哎，直播買肉乾，去哪裡直播買肉乾？啊？啊，收過係啦，幾十年冇了。對個阿婆媽唔出一衝去咧，聽個 Facebook 都出紅火啦。許冠傑呢個。前衝，OK 啊！我買腳來，要睇就要歇腳，打呢就要先將行要不叫，香牙椒、胡椒椒、番薯椒、呢度阿叔毛椒都大家椒，我買熱超來，睇股叫潛生菜。好把藝文台見馬亂啊爆菜，買五個結菜，挑下樓殘菜，ram乜件上愛啊，要潛使用菜啊，冬菇健米啊，阿婆買鹹菜，我買極格來，要一個要搣個要劍個冬瓜絲個咧，鹹到冇啲渣，橙木瓜、柳黃瓜、葡萄瓜，會向上呢神嗰啲蘑菇㗎，愛買熱超來。睇股叫潛生菜，黃果藝文台見馬亂啊爆菜，買52杯，挑牙佬神菜，阿妹遇上愛要潛使用菜咧，冬菇鹽愛阿婆買鹹核菜。
愛買夾夾落，有兩貨有好貨錢貨叫貨閒要挑兩貨，有鹹貨有順貨有小貨千貨超貨，乜嗰啲變到喎？西洋貨、日本貨，全部係外地貨。馬來西亞人最後支持本地貨。愛買熱潮來，睇好嘅潛生菜，黃梗係滿台，見馬頓啊爆菜，買五啊地波，挑牙佬陳菜，阿妹嘅上岸咧要潛西洋菜咧，凍菇健愛，阿婆買鹹菜，阿婆買鹹菜，阿婆買鹹我菜，冇人拍掌啊！阿朋友，你冇興係創有水嘅人，我叫睇啦。有水嘅人叫陣日啊，50日前浸水啊！哎呀，即係又浸水，條咕嚕啊，佢浸咗隔離一條巷，跳過一條河來嘛，即係浸水，一奇怪，我澳洲講30年都冇浸過水啊！突然間一晚喺度浸水，哦。3點，一日3點就落，一次落到5點，5點填到8點，又落8點 ，OK。我6點就上去療傷，係啊，0193387076，錄要蝕嘛，做東西，誒，突一聲 blow feel，我入來療下，嗱少幾天度，一落療下啦，一腳一踩落去，一拆水，原來全部浸太水都唔知道啊！所以講錄音室按照 soundproof 冇用啦，除非買啲殺人放火啊，打樁都聽唔到。結果麻煩佢咯，尖陰件尖咯，一踩要斷尺斷唔到，摩托車要尖踩要尖。結果咧查尖咪查飽咩啊？天板再用3000，摩托車全部存晒，摩托車再800。唉，還有家私啊、天氣啊。全部撇晒啦，梳化咪變，順勢咪分7-8千啊！好似係冇砍埋買東西7-8千，10歲啦7-8千，唉，見買都咁做嚟啦，係咪啊？越黨員俾紅包，OK 啊，誒，好啱啦，係。人講，sorry 啊，流眼水啊！誒，迄個人講流眼水啊，你跌喺擺喺掛上清潔水。其實唔要流眼水哦，而家流一條藥水落嚟啫。All right， 好啦，到今日為止。迄講，如果大家要睇重播咧，你入去 YouTube 嘅喎。打歌神張學良喺 Facebook 睇唔到咗啦，Facebook 咁 block 咗我嘅，因為太多歌係我冇俾版權嘛。我點樣俾版權？今日最多係賺到50蚊，版權200蚊一首歌，冇搞笑。唱多嘅時候追一條 OK， 等我看下，應該是沒有音樂的咯，是沒有音樂的。發達啦！今日做多半個鐘頭。誒，前排嗰詞啊，點忘記係可托褲的牧羊，唔係可托海的牧羊人。我沒有唱過華語的，有是有，但是呢。但請不到果子，哦 ，OK， 來，最後一首歌，唱爽的啦。還有1000多個人，謝謝大家啦，多謝大家。冇事做咯，咪看下 HK 莊、Jackie Chan、Sel Chok， 蔡什麼？蔡瀾、蔡元 ，OK， 殺生的。來清唱一下，00
Nicholas， 你知道歌壇有個明星叫 Nicholas 冇？唔知咧 ，Nicholas Chia， 謝賢嘅仔啊，謝霆鋒 ，Nicholas。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。我的眼睛，因为我看歌词。山谷的风，它陪着我哭泣。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，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。谢谢，那歌词太好了，马来西亚写不到了。我酿的酒，何不醉我自己？你唱的歌，却让我一醉不起。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，穿过戈壁，可你不辞而别，断绝了所有的消息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？毡房外又有驼铃声声响起，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，再没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。有点悲伤。OK 啊，没有办法，不可以放音乐，放音乐，明天就看不到我直播了。唔是生氣，一心如落西皮。公事是公，按說按啱間中意，貌似教主後狂啦，換了過熱，在捱門愛期，見交嗌。記得放住愛盡時，然為我每日向前向打發狂，上一場，然後愛似個唔叫浪，無法子以前愛意叔公表仔愛都愛當，想到以前係陪鬥以百康嚴公，我也太能笑到愛六十旁。OK， 啊，仲有廣東嘅，我記得好似有喎，唔係啦，算啦，太夜啦，4點半啊，都1:30鐘 ，good 啊 ，OK， 希望明晚上再來了，我要做到幾十個小時，哇，沒有要付出，真的人要付出啊，俺用後堂哦。係啦 ，N 又冇自中啊，啊，要我Sam Wong，真的好難搞，真的要付出的，不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，真的，所以努力咯，明天也要找一些沒有版權的歌，清唱。如果你爽又聽，不爽都沒有辦法咯。我盡量找一些沒有版權的歌，我自己作嗰啲啦。大家晚上好啊 ，Max， 阿姑，Full Man
曼，係咪？阿曼，而家老婆冇興睡冇啊？佢會奶癲嘛？老公瞓覺，聽到睡冇係狂嘅，一傳出生啦 ，make， 喂，可以睡覺了啊 ，OK， 剩下一半人 ，Kevin check Kevin， 可以瘋啊，好，到此為止了，好，晚安大家，早睡早起，睡壞身體，早睡早起啊，有冇計啊？早起早睡，早曉早睡。乜嘅暗起暗睡，早起早睡，長命哦，早起早睡，長命百歲，暗起暗睡，你真係過摩切胎，阿猜，嚟個阿猜，啊，係用 good night apple， 哈哈，好啦 ，Guinness Song is good for you。大家晚安，向長老，尖沙地喎，睇咧太啱佢咯，哦，阿蔡 Merlin， 早點睡，早睡早起，睡壞身體。我知道你睡到12點啦，好命啊！真係，即係好似少奶奶咁啊！我都想瞓到12點嘅，但係偏偏7點幾就醒咗，哦。梅菜淘米 carry on， OK， 3K 了，晚安，謝謝大家，我就接下這個wallet下，等一下，Peter Maxman 阿莊 ，thank you 啊 ，KY Lu。KY 中意嘅 KY，OK，Carrie，good night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arigatou gozaimasu，감사합니다，rumbu nandri，感謝，OK，唔該，多謝你哋，聽晚我哋見，聽晚我哋唱，生仔應該持續都周潤發，好啦，拜拜。